来看桃园有一个八底厝民俗艺术村哦，是桃园头一个以台语甲闽南文化做主题的园区。最近推出台语词语，第一期的课程是邀请母语家庭来教大家讲台语。大人囡仔一个接一个，无风火车坐玲珑，边仔放的囡仔歌是台语版的《火车快飞》。10个家长甲囡仔伫桃园八底厝民俗艺术村用台语读绘本，讲一个囡仔当咧收集上水的声音的故事，佮带囡仔家己动手做乐器。绿豆甲红豆。你头拄仔咧做啥物物件？做虾、夹虾、修理甲皮。八底厝民俗艺术村是桃园头一个以台语甲闽南文化做主题的园区。为着推广台语，园区内底有台语书院，佮甲在地老师合作出版桃园在地语言文化的绘本，嘛甲绘本内容改做动画，互囡仔佮较愿意了解当地民俗。咱有做一个台语的小学堂，吼，未来呢专门咱推广咱台语的部分。过来就是讲咱有其他的几个馆，吼，有咱的表演艺术的部分，搁有咱的公益文创，搁有一个咱的民俗艺术，吼，咱的节庆馆的部分。罗兆国表示，桃园是族群多元的所在，连台语伫当地无共角市嘛有泉州甲漳州的腔口差。八底厝未来会继续举办台语课程甲民俗艺术表演，望文化会当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林世豪、谢桂林桃园报道。